好，分享真到现场，所以团咧有写给东东和感动人的故事哦。唔讲吼，听讲吼，学生诶还忙叫哦，主持人就先叫诶，系冇？第一歌唱地度听出有东东辛苦的素材，唔个叫係因为感通，还係因为动下行掉，吃到行掉动辛苦，动唔攀得安尼。因为我第一种比赛当中，行掉青米就会养诶，就吃到哇。这样时的氛围，你大家都懂緊張，大家就天天說1、2、3、4，會照過加下動前一集吹鼓嘛，就懂緊張。嗰時候一照過哇，歡聲雷動，幾個好搞沒底，去加養誒，哇，全部就照過來，這種氛圍就哇。叫出來，唔會這種很奇妙的感覺。尤其喺其中嘅歌唱也有參加，啲家就真勁動心嘛。就看到佢哋真勁練到，會知道懂，非常心疼，因為真勁懂辛苦。唔講唔啲歌唱地度有看到吼，因為家家有看到同到比賽吼，其實唔係有實力就好嘅，還係有運氣嘅。你同到你可能看到佢哋真勁練習嘅懂上忙大。就会大家就知道，就会哇，就会懂上忙努力啊，伫咧做一件事情。不过伫咧比赛嘅时间，每期推嘅就可能会赢哦，可能会有同好嘅成绩哦。冇想到可能就会冇好嘅运啊，係家家没有看到，會去問佢哋唔知道唔去個係練習型咧，又係比賽型咧。有差，佢哋可能練習嘅時間哇，懂好，可能就會記嘅。像總期啊，就有在好搞動詞片，佢就喺平時啊，就喺山啊，你就會看到哦，牛眼咧，牛眼咧，叫一比賽，比到懂車嘛，就會看到佢條當中真勁變得懂厲害，懂強按鈕，係啊，就會老平時練習冇強用，突然就會講。比賽型嘅，給他們改，平時都是騙人家嘅。佢哋會欺敵戰術，佢哋會策略，可能平常人去練習時，硬剛都熟嘅，比賽時間用冇強用。嗰時候佢就人家就真嘅會拿拍得好高嘅，佢就會樣推啊，佢就會樣片，本拍得好高看係冇，啷會咧好高看會冇？不按呢，不然要刺激他。你看泰山國中按呢，係冇，人家就3名，還在金華國中，冇較3萬條誒，係冇。唔過佢條就係有條看咧，係喺唔會強，係喺人哋山上哦。係啊，唔會強啊，就係。條就會較好啊，較壞。唔講我咪看到有動到嘅學生嘅吼，家有啲問到，係啊，唔掂呀，條嘅夢想係乜緊冇？冇啊，唔掂嘅，冇啊，爸爸唔掂。有動到安尼嘅學生嘅，也較真實啊吼，係真嘅有動到嘅學生嘅係唔掂自家嘅夢想嘅吼。係，古時我知道佢條就係真嘅唔敢講啦，唔敢講，我驚排泄。所以知道加一擺機會，一隻節目加條就會開始。咩慎重？鼓勵加條去講佢到自家嘅夢想安尼。係，因為你看到吼，第一動到嘅學生係看到唔亮啥，其實沒有加條另外一種目標嘅夢想，就像有動到嘅學生係可能會看到唔亮啥，就會知道，將來要想愛唱，句句強用，按講，講法講到按好，沒愛唱呀，可以上，你做得用嘅嚇。做得一種可以上做一個同好嘅主持人，安尼同發票啊，吼，安尼老太家同請經啊，安尼。嗰時候大家看到人家亮衫，其實沒有另外一種實現自家夢想嘅可能就錯嘅，有另外一個所謂的職稱，還是有未來要做的事情，沒有可能哦，係冇？看到你亮衫嘅時間，可能有懂你知道一開始你嘅夢記嘅時間，啱唔對做乜嘅親密嘅時間，係上愛老快上強用。係啊，將係有讀到一隻好神嘅，佢就喺講天花講一條夢想，趁亂告白時間，然後佢就講上愛老。前面一位強用做一隻健體，有啲節目地度眼無上嘅看到呀，健體，係冇，做乜解會安尼講啲冇？因為啊，拒絕講書和貼片層，因為順通嘅呀搭檔吼勁 NG 呀，係冇。你即知道吼，伊咧好嘅主持人可能1、3年後，即個安尼講錯個後，即個一英名吼，唔過一旦
有一个 partner 的时节，哇，有上是唔系 share 佢嘅责任哦，有上是假虫嘅冇假虫即係啊，真係分享一下。因为都北米张有用山影像他主持，故说这用时就讲好，假使讲好题目问题咧，那就会本一只表情，嘿嘿嘿，那就会按用呀下班用，就没有是爱跳本了，我再讲嘅，结果呢，你接未？接未冇？接未只向我要得本嘅，講一下要得接係冇，懂嘅就得本。就做得講就好嘅啊，又要得本嚟咯。唔過又係訓練人嘅實力啦，係冇？係啊，本訓練係冇。唔過佢得本又係好嘅哦，佢一次架進 NG 嘅時間吼，要進重來啊，重新過來一遍，要真正懂忝嘅。唔過禮拜天佢同捱嘅時間，冇按加 NG，佢七解發就較緊張誒。到底你送嚟係自己敬重嘛？㗎，你嘅粉絲太多嘅。因為其實我咪算係T拜主持七家嘅咧，獨挑大梁嘅。係啊，因為從之前高中頭先時候有阿權妹，阿權妹我就真係看到夾小波呀，咩唔是應看講條嘅，然後咩唔是上嘅記者嘅，隨時可以訪問咁樣。嘅一拜就係我去解散就會當緊做，係啊。嗰時候啲高層地度有冇有唱呀畫面地度嘅？你家家老呀哦，小朋友啊，家家啲問佢嘅事情嘅時間，佢會知道唔係你泰國國嘅嘛？係啊，就會看家條，有時候心情唔好嘅時間，我就會去搞笑本家條看，去做鬼面啊，上家條來同佢講法樣，親近他們啊。嗰個生來後唔使啲細奶甜，卡吃得開還是細妹？我覺得雙吃。健體，無年從喺地度呀。唔過吼，日節目吼，上來係唔係咩喺啲開上來講，還係主持來講，咩係想唔自家完成你細細夢想喎？有想過自家有一擺種咧，為自家來做一個主持，自家一下來主持安尼。係啊，知道也咩係我一個細細夢想，因為之前我冇想咁多啦，因為就做自家嘛，就做自家就好誒，然後一擺就拄好有一機會，就想講好啦，就試看咧。唔過你呢度一擺喺主持，咩做嘅動作嘅，上網嘅努力就錯嘅。係，就像因為我講自家客家話講冇乜嘅好，係嗰陣我就冇班料啊，係冇班料，嗰陣我就更加專心我卡前篇啊，我卡嘅書，看有乜嘅書客家書啊來看，結果冇。我就記得我當初有考過嘅檢定啊，佢應該有發嘅書啊，結果咩冇，揾唔到，咁嘟後就發現一本書《聖經》馬太福音書，聖經一聖經就錯嘅，係，然後佢哋都係客家話，然後就跟住就來試試看念，就等你就來念一下，來順一下口，結果啲都念兩啊，我都記唔定。就記嘅，就念嘅法就安尼，嗰種安尼，你知道有效果冇？對你自家嘅講法來講啊，口條啊，啊，知道有比之前較好。你一定冇看到嘅時間。你看到居居狐疑的眼神，有較好哦，有較好哦，因為你冇看到較冷咩？係啊，較唔好時間冇看到嘅。較冷咩？唔冇看到就做嘅，唔看到啊呀，呀，算係好嘅係嘛？啊，居居咧，因為你頭擺沒有啲客家電視台沒有主持過發通咧，吼，那個嗶哩波羅啦，吼，我差一點，我就講到法拉比波，係嗶哩波羅，嗶哩波羅嘅發通，唔過嘅係伊咧場外去戶外嘅伊咧發通聽，啊一擺來主持，你自家知道有乜個數目？我知道，因為就係一個學習，還有體擺主持，還有外景的節目，還有較實境類的，沒有腳本，嗰時候一番什麼事就是講嘢哦，還有我看到啊，一樣片地度啊，一下啲鏡頭看到嘅，大擺吼，因為你主持也算係運通嘅吼，運通型嘅，嗰時候主持人。天速做唔得像唔一下安尼，然後頭那麼安尼變下來，聽咗綁伊咧馬尾嘅冇，人咩對咧愛講嘅細妹
家家会吃到哈，大白眼就安尼塌起来。嘿，古上也摆双也抱起来，所以就无共用的，所以无共用哎呀。嗰陣入邊咩青貼片嘅經驗吼系。啊，青天片，古說迄集動好嘅機會，因為想嚟一開始，我看到鏡頭來，我要應停頭，應停同係我頭會不自在，係唔安呐，係冇。係會一來我就會退後，係導演同我講，導演跟我說，我有按樣嘅問題，我其實其他冇發現嘅，係佢同我講啊，就哦注意到誒，我說做嚟睇架都係講，係會我因為冇應停頭嘅啦。後背有較好啦，吼，即係可以上加講嘅，一開始冇較好，後背有較好一些咧。嗰時候睇架咧，吼，也係唱咩聽一些聽啦，吼，可能會看到嘅較真實、較清純，吼，較單純嘅亮麗嘅表現啊。咁咩係咧清厚嘅、清刺眼啊、清刺眼嘅咧表現，因為也咩係咧實境節目，順帶咧主持人咩係咧實境節目。嗰個清明吼亮啥？過一拜老太家講一下新嘅節目嘅 slogan 好冇？好。好，開始了。來練準備好啊！準備好啊！本地 B 嘅哦。好，來開始用一條手嘅。特別團，注意合作精神。出汗變真情。連一情加條法力。向前得到圓夢基金，完成夢想。好哇！完成夢想啊！吼，下個天色搞就一條線呢，就做得本呀動到嘅國中生吼，有一個100萬條嘅圓夢基金哦，送來清明吼，喺哪一隻國中來得到呢？吼，大家可以來詳細來看咯吼。今日老太家講一下要播出嘅時間好冇？最頭嘅大閘禮拜二嘅暗晡條7點半上蘇看搞就一條線。還有隔禮拜六嘅動珠12點係重播時間哦。12點就錯嘅。12點動珠12點。動珠哦，動珠哦。動珠12點會有咧重播，就錯嘅，重播送禮拜嘅。嗰時候咧可能吼，大家有看到拜日啦吼，就係拜日嘅時間有看到嘅係天意線咯。哇，下禮拜吼天上色糖講行較精彩，還有行較多嘅趁亂告白哦吼，俾老大家來做嚟分享哦。今日東港請吼兩位吼新生代嘅主持人嚟到現場嚟大家分享，什麼開箱，還有支持，好，還有行較精彩內容咧，等下就播本大家啲哦，等下後就聽聽先生唱下來做運動了。